巍巍顿宫山脉，悠悠飞云江畔，在绵延起伏的青山翠谷间，孕育了大自然美丽而璀璨的明珠——文成。文成以本地名人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的谥号为县名，自古就有天下第6福地的美誉。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，万山深处忽辟平畴，高旷绝尘，风景如画，桃源世外，无多让焉。文成8山1水1分田，森林覆盖率超70%，全年平均气温15.2摄氏度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，一年四季风景迥异。这里依山傍水，地貌独特，人文底蕴深厚，自然资源丰富。这里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百丈记飞云湖旅游景区，这里更是让您游牧心灵的世外桃源。清晨，第一缕阳光悄然穿透层层云海，温柔唤醒了文成的湖光山色，缓缓开启自然与生命的新一天回响。飞云湖万顷碧波，湖光荡漾，烟雾缭绕，恍若仙境。天顶湖高居群山环抱，静若处子，烟波浩渺。浓雾渐散，但见红沙绿洲，白鹭翻飞，轻舟泛波，湖水如玉，令人浑然忘我。文成号称百瀑之乡，飞瀑或雄奇，或清灵，姿态万千，多不胜举。百丈记大瀑布尤以高峻雄壮冠绝华夏，有中华第一高瀑，中国10大名瀑之称。它集高山平台之水，汇成激流，突奔100丈深壑，形成总落差287米，一髻雄，二髻奇，三髻幽的特色阶梯型瀑布群。其中以100丈一髻最为崛起，髻高207米，宽51米，三面绝壁如霄，峡谷深壑如空，水石相击，游雷千古。刘基有诗曰：悬崖峭壁使人惊，百湖长空抛水晶。6月不辞飞霜雪，3冬更有怒雷鸣。100丈二髻、三髻同样各有角色，古时就有二髻100丈深，三髻100丈宽之说。如梦如幻的水帘洞横贯飞瀑，如诗如画的七彩林侧影清潭，其幽之境人间少有，令人流连忘返。欣赏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，享受原始丛林的清新空气，走进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铜陵山，您的每一次呼吸都充满甘甜。景区总面积4万多亩，森林覆盖率达98.1%，峡谷幽深，碧波秀水，山峦叠翠，山花浪漫。万年激流悬冲形成的12湖穴群，
铺连铺，弹叠弹，穴通穴，被誉为华夏一绝。深秋霜重之际，逶迤10里的弯弯古道之上，丹凤似火，灿烂如花，落叶缤纷，如诗如画，令游者痴醉神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文成境内保存完好的红枫古道不下70条，江南罕见，全国少有。正午的太阳热情澎湃，也点燃游客心中无限激情。峡谷锦囊距文成县城仅3公里，这里不仅奇峰壁立，飞瀑多姿，风景如画，还可漂流拓展，野炊露营，是一处集休闲健身于一体的绝佳旅游胜地，让您在惊险刺激的体验中释放快乐激情。九溪峡谷漂流，9曲18弯，迂回激荡，险象环生，动人心魄，是您纵情山水、释放压力、放飞心情的最佳去处。盘旋于青山绿水间的骑行绿道上，深沉的红色绘出了一条亮丽的生命线。猴子是猴王谷的主人，他们在林间追逐跳跃，在绿浪中翻滚嬉闹，让这片幽静峡谷顿显无限生机。时光流转，走进刘基故居，穿透600多年的时空，侧耳倾听，朗朗书声似依稀可闻。昔日千古人豪刘伯温，就是从这如画山水里走出，于乱世间运筹帷幄，辅助朱元璋成就帝业，一统大明江山，被誉为500年名士，3不朽伟人。今天，这里的每一粒瓦当，每一寸草木，每一道菜肴，都让游者发思古之幽情，追溯这片世外桃源宁静致远的历史缘起。天圣山上始建于唐宪宗元月3年的安福寺，依山而建，环境清幽，历来为佛门圣地。1200多年来，曾有20几位高僧主持道场，弘扬佛法，化人无数。好山好水赊足景，麝香3月歌满山。文成龙旗园景区是浙江省唯一一家以畲族文化为主题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。麝乡人能歌善舞，麝乡人热情好客，他们将山神赋予他们的一切编写成了诸神的传说，传唱成孩子的摇篮曲。他们还以大山里的食物取材，
为客人奉上一道道丰盛美味的奢家宴。文城是生态的王国，美景的迷宫。青山起伏处有风鹤松石，灵气逼人；峡谷通幽地有深潭绿滩，十里画廊。烟波水云间有白鹭翻飞，野鸭戏水。那洗尽繁华与喧嚣的高旷绝尘，尽显山水之真意。山水文城，处处流淌着诗意，更传递着亘古不息的爱情。以爱情为主题的岳老山生态环境优美，空气的负离子含量极高，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走进山水田园，体验农事，做客老宅，品尝地道农家饭菜，感受悠久农耕文化。在山间田野里放歌，听一段古老的传说，给您的心灵放一个假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放慢匆匆步伐，漫步林间，穿梭云海，在满天星斗之下，倾听细微流动的风，倾听落叶贴近大地的声音，将身心交付给一个属于慢生活节奏的时空，让时光就这般陶醉梦里。百丈飞瀑，千年古道，万年湖穴，岁月的冲刷造就了文城令人惊叹的绝美风姿。青山如黛，云影徘徊，田园牧歌，如梦如幻。自然的馈赠编织出文城浑然天成的如诗情怀。流基故里，醇厚风情，千年古刹，梵音不息。历史的积淀，赋予了文城历久弥新的文化内涵。文城如同一个清雅的素颜女子，静默恬淡，期待与您邂逅。